朋友大人可以，他如果不知道，你就凑近，让他看嘴型，然后可以提醒他，他不会可以画，不要醒嘛，对着醒就好，好不好？对着打就好。那自己改，哈。好了，我没有时间让你。老爸兄弟是接。
老爸姊妹叫阿姑，老母的兄弟是阿姑，老母的姊妹叫阿姨。这样会了哈。好，阿母叫阿爸，阿爸传阿姆，阿姆叫阿伯，阿姐传阿婶，阿婶叫阿姐，阿姑叫姑娘。传阿哥，这个哈，你们以前小朋友们来讲来嘛，生阿爸，外公外妈生阿母，我和兄弟甲姊妹，拢是阿爸阿母生，来讲来嘛生阿爸，外公外妈生阿母，安家和兄弟甲姊妹，拢是阿爸阿母生。来讲来嘛是阿爸，来讲来嘛是阿爸，来讲来嘛是阿爸，外公外妈是阿母，我和兄弟甲姊妹，拢是阿爸生母生，拢是阿爸阿母生，讲叫阿姨，叫阿姨，好，会了哈，来，在一起念，预备开始。阿父的好是阿爹，阿爹的阿是阿父，阿姨的阿叫阿姨，姨娘的好叫阿姨。倒过来，阿爹的阿是阿父，阿父的好是阿爹，姨娘的好是阿姨，阿姨的阿是姨娘，对不对？那阿哥的阿呢？姑娘，阿哥的翁叫姑娘，姑娘的某呢？阿姑妈生阿爸，外公外妈生阿母，我和兄弟甲姊妹，拢是阿爸阿母生。好，下一页，我们等一下。外公外妈生阿母，我和兄弟甲姊妹，拢是阿爸阿母生。来讲来嘛生阿爸，外公外妈生阿母，安家和兄弟甲姊妹，拢是阿爸阿母生。来讲来嘛生阿爸，来讲来嘛生阿爸，回去。来讲来嘛是阿爸，外公外妈是阿母，我和兄弟甲姊妹，拢是阿爸生母生，拢是阿爸阿母生。好。起床去读书，好，来，透早起床去读书，透早起床去读书。好，下一页。早起4节学真济，早起4节学真济。早上4节课学很多哈，都要学真济。好，早起4节学真济，早起4节学真济。好，早上4节课学很多，记住哦，我们台语的“节”是这个字，“节”是这个字，不是写多。多的话不念“节”，念作“多”，念作“多”哈，多少念作“多下”。所以“节”要写这个字哦，济公的“济”这个字哈，救济的“济”。来，早起4节学真济，早起4节学真济。答案：中到18小休困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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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休困就是休息，休是休息，困是睡觉。休息睡觉，拢员工的休困。那什么时候讲休困？如果你现在是11点多12点，中午的时候靠近12点，或者12点20，老师还在那边做事还没有吃饭，你可以跟他讲，老师要不要休困哦？这个休困是睡觉吗？不是，休息的意思，可以哦，也可以哦。那如果是6点多天暗了，
大家都下班，爸爸还在办公室在那边做事，老板过来就问他说：“哎，陈先生啊，你要不要滚哦？”请问他的意思是爸爸还没有睡觉吗？是还没有回家休息的意思。那如果是晚上11点，隔壁的阿伯看到爸爸在外面啰啰嗦啊，他会怎么问啊？赶紧，你要不要滚哦？这个时候滚是什么？睡觉。所以滚是休息，也是睡觉，但是就看你在什么时候，看那个事是什么哈。好，中岛18小滚。好，再来。下晡放好四架洗。下晡是下午嘛，放好是4点。那你会有一些小朋友并没有马上回家哦，到7点去绕一绕，不然就在校园里面走一走，不然就在公园那边去看一看，那就到荡秋千荡一下，跟着打一下球才回去，对不对？这叫什么？到处去走。细给就是到处啦。这是什么呢？你看一个折再一个足哈，表示你的足是脚嘛，脚打弯再放足，打弯再放，你看在走路啦。这是什么？是绕着一个圈圈在转，绕一个中心在转。假定你是绕运动场在跑，叫什么？踅运动名，对不讲？踅运动名。如果你是绕着公园跑呢，踅公园啊，踅公园啊。如果你到菜市场去，到处逛、到处绕、到处买东西，叫什么？踅菜市啊。百货公司呢，踅百货公司。到街上呢，踅街，所以踅街等于为了什么？逛街嘛，逛街哦，逛街哦。好，四界踅，为什么叫四界？东西南北通通包括在内，4个方向、4个界限通通包括在内啊，叫四界啊。来，四界踅，就是到处绕、到处逛的意思哈。好，下一个。来，黄昏日头紧落山。好啦，你走到家了，这个时候是黄昏的时候，太阳很快就下山。我曾经看到，那个太阳好大哦，那个下山了，快下赶快，拿相机起来，好，拿相机就按照，好，再睡，你看哇，太阳下去一半了，好快，才1、2分钟，我再拿手机，它就掉一半了，再稍微摸一下，哇，不见了，有没有掉得很快？来，落山，紧落山，就是落山落个就紧了，所以这个紧等于不会是什么？快。好，记住，快永远可以写成紧，快写成它也叫紧，紧的台语永远可以写成快。好来，快吃怎么讲？一讲，快睡，一困，快去，一快回来，一来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这个病就等于什么？快，不会的快。继续看另外一个状况。来，看，来，暗时食饱到洗碗。到洗碗。这个到是什么意思？到是到底的，或者是到修干。到修干就是帮忙的意思，到丁是一起的意思，它有到丁有到修干的意思哈。到丁是一起，到修干是帮忙的意思哈。来，暗时食饱到洗碗。到洗碗。不来哦，不来哦。这个要会呢，我等一下要给你们出来，念哦。好，答案。三更好困袂孤单。三更就是3更半暝嘛，对不对？半暝3更半暝好困。你睡得好的话，你可能会感到孤单。你睡不着，你会觉得有什么暗暗的？爸爸妈妈就在隔壁房间，自己一个睡这边，还有好孤单啊！还有什么？还有洋娃娃，还有我的玩具一起陪伴，就不会孤单。啊，三更好困袂孤单。不会就是不会孤单。三更好困袂孤单。好，再按，回去一下，回去。
休困。高放过四界色。黄昏日头顶落山。暗时食饱到西晚。三更好困袂孤单。到早起床去读册，彩米四节无真多，中昼食饱小休困。下晡放好四界洗，黄昏日头顶落山，暗时食饱到洗碗，三更好困袂孤单。不要卖人改变，到早起床去读册，彩米四节无真多，中昼食饱小休困，下晡放好四界洗。黄昏日头顶落山，暗时食饱到洗碗，三更好困袂孤单。后面三个字再读一遍，可是到早起床去读册呀，去读册，彩米四节学真济呀，学真济，中昼食饱小休困啊，小休困。下晡放好四界洗啊，四界洗。黄昏日头顶落山啊，顶落山。暗时食饱到洗碗，到洗碗。三更好困袂孤单，袂孤单。来。好，顶落山，黄昏日头顶落山，好，顶落山，你现在唱歌，很好听，对不对？好，对。早起床去读册，看卖咧，你看有赞无有用，来，那个一个，第二个。暗时食饱到洗碗，暗时食饱到洗碗。哇，这个是台语家庭，你知道吧？来个这个，来这这。下晡放好四界洗，下晡放好四界洗。好厉害啊！最后一个来，这个中岛，你们这边中岛啊，这个中岛，中岛，来念。中昼食饱小休，中昼食饱小休困。给他鼓掌，你看。好，套炸七成。透早起床去读册。非常好，再来，你要念几个随便你。这个呢？暗时食饱到洗碗，到8个，再来。黄昏日头顶落山，太厉害了。下晡放好四界洗。好，我们现在绕过来，镜头在这边来，来这边，来这边，照顾到过来。哎，来，这个。早起四界学真济，这个。中昼食饱小休困。这个。三更好困袂孤单。来。下晡放好四界洗。爸，你要小肚公老大，小肚公老安，小肚公老安。下晡放好讲再会，下晡放好讲再会。暗时一困讲暗暗，暗时一困讲暗暗。下个礼拜哦，就用这个再来出来练习看看哦，大家都要会讲哦。还有顺便问一下哦，谁
谁想来？就这样，不用对。好，一波放二四变色，放二四变色，一波放二，放二四变色，四变色，四变色，可以哈。好，这个红粉蜜桃。红粉蜜桃，金鹿山，红粉蜜桃，金鹿山，蜜桃金鹿山。你现在唱歌很好听，对不对？好，可以，那会。开心高的雷高端，因为你的实力还有标准啊，对不对？你帮我放个放大，放大，放个。对不对？宝贝。红粉蜜桃金鹿山。哦，你看什么？你加大我。你也说你加大我，你看大我就要了。好，来先。对啊，你念啊。看麦嘞，我会赞哦，用哦，来，这个。来，要。按吉甲大看麦，这是台语家庭，你知道无？来，这个，来，这。哦，厉害哦！最后一个来，这个不用打，来这边不用打啊，这个不用打。来念。用到假大修肉。用到假大修肉苦。给他鼓掌，你看好厉害。牙齿刮。按